月亮的秘密。每到夜晚，月亮就像一盞溫柔的燈，靜靜掛在天空。它陪伴着孩子的夢，也照亮着旅人的路。人們以為它只是陪伴的光，但其實月亮也有許多小秘密。月亮的誕生。月亮又名月球、太陰、地位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地球還年輕的時候，一顆巨大的天體撞向它，那場碰撞把地球的碎片拋向太空，這些碎片慢慢聚合，成為了月亮。所以，月亮和地球就像一對兄妹，一起誕生於45億年前，一樣古老和遠久。月亮是地球唯一的天然衛星。它的身體只有地球的1/4大，直徑約3474公里，質量為地球的1/81。月亮有一個神奇的魔法，它能用引力牽動整片海洋，讓潮水一漲一落。它像一位溫柔的舞者，用看不見的手，讓海洋隨着它的節奏起伏。月相。由於太陽光照射角度不同，月亮在地球上呈現出新月、上弦月、滿月、下弦月等周期變化，周期約29.5天。月亮還有一個奇妙的習慣，它自轉一圈的時間，剛好和繞地球公轉一圈的時間一樣，所以我們永遠只能看見它的一面。另一面被稱為月之背面，像一個靜靜守護的秘密花園，只有星空知道的秘密地點。更神奇的是，月亮也是一個旅行家。其實，月亮正在慢慢離開地球，每一年，它都悄悄走遠一點，大約3.8公分。雖然這個距離很小，但日子久了，月亮會走得很遠。紅月血月。當地球走到太陽和月亮之間，月亮被地球的影子遮住，理論上，它應該完全消失。可是，地球的大氣層像一個巨大的透鏡，會把太陽光折射過去，短短的藍光、紫光在大氣裏被散射掉，只有溫柔的紅光能穿透，輕輕落在月亮身上。於是，月亮就披上了一件紅色的外衣。藍月。只一個月中出現2次滿月的現象，並非月亮真的變藍。光的秘密。月亮的光其實不是它自己發出的，而是太陽的光。它就像一位溫柔的朋友，把光借來，再柔和地送給我們。月亮的秘密仍在靜靜閃耀，邀請你我一同去發掘。